真德皇帝煽动放子，谁让子儿子进京了，得是皇帝一念之差。其实呢，当儿子一大岁，一眼没问题，那身体好，皇帝有得哈子下去。但是那当儿子拆开来之后，儿子自个不是进京，唱不了。那个四宋年江山挑得六纲市文飞啊，去讲里，那皇帝自家的性命都要报复了。当然，真的皇帝想不上，位里上买妃，位里上买他夫人也最嘛，问一声阿罗啊，小儿。哎，皇帝爸爸，还有啥吩咐啊？这可是要起人进京，哎，我要避开双追夫，可能进京。哦，皇帝爸爸意思就是避开商罪，还能进京。哎呀，可以的，与我阿罗玲珑办的神神大大。那么，皇帝爸爸，你上午当心啊。阿罗玲珑挨打个龙井里说的，没好。出来，皇帝上马班，阿罗也是上马班，两骑马一前一后，阿罗拉门前领路，皇帝跟那个班员都是对神的，那让东南京。不知道的常小金带牛的吃饭能把万雄心弟兄双一动进京能生万雄子他对寡人心一好，他忠心耿耿，报朝廷，为恶忠相聚，我亲能生。倘若是心到王兄，我心头落，到今人弟
相守好不离分，天之日他一路引来细细想，那西边深深边飞那鹰一路了嘛，专门是哪个呢？把到一个三岔路口奇怪，两条路浪人集中到一条路浪，人多啊，人一多没办法跨。没办法跨，只能地马而言。旁边三三两两，那了议论纷纷。哎，老兄啊，哟，那脸上有不听啊？是啥有啊？带罗大去。我吧，哎呀，我他们这个男嘛呀，是俺心人，我呼吸个男嘛，你晓得管？哪个毛病改不好啊？谁是呼吸个呢？哎，我呼吸的呀。门前上然后也晓得。门前相识，草高长。哎。茶家庄，庄主也叫草木工。啊，对个，明王府。上台队做过的。但有听说的。屋里向家当几个路灯。哦，不得了。路手好是水家铺路。哎，熟识当中是个烂汉人啊。大家这里草好人。对，我有手耳闻啊。但是最近啊，那不开心噻。啊，为的啥不开心啊？有个囡，有个囡啊。查检定。查检定。今年18岁。啊，面孔标致。文武双全，样样好，事事好。那外分有人家，老弟啊，你上当噻？上当。上仙家样样好，事事好，文武双全，18岁外分有人家啊？难看该，讲不脱。这个难看，你哪晓得难看？肯定哇！哎，来我呀，13岁做娘，天下通啊！18岁也分讲你们面孔难看，讲不脱，晓得？他是在那今这么大来讲，那仙家标志，标志干？王生公子来举起个门槛大衣记掉了。仙家虽是不肯讲。是噶？王生公子来求亲门开大衣几点才跳不肯讲？不肯讲啊！他们谁叫等啥人瞧？要你讲，仙家专门来等一个人。张家啊？皇帝。来等皇帝呀？等皇帝呀！皇帝呀！不晓得等皇帝3个字，莽真皇帝你都没想。什么子？18岁的大姑娘，面孔标致，文武双全，屋里向饭过家在王生公子才不肯讲，专门来等我啊！哎呀，恰在对我一片痴情，我来着哇！一听嘛，旁边围了浪讲，让我再来听听看。老兄啊，不晓得最近了，爷侬两高头不考我节？为啥爷侬不考我节？爷没接啥。侬18岁，未必要讲人啦。搿搭要接个。是啊，等了屋里向补得了，总不等两个。那么海里讲人嘛，讲不少人呢。讲不少人呢。那么草木工啊，有个徒弟叫个欢喜。欢喜个新旁叫旁通。旁通像侬讲不了徒弟旁通，是个自家人。自家人大美好。不晓得个仙家不答应。为啥不答应？仙家是爷，你不晓得旁通是个缺红。那是个缺红。对那爷怕马风神。对别人家是要当就当，要骂就骂。来小人一个，还不能讲人不灵光。对个。跟草木工与草木工代理个。有啥个代理呢？你说侬啊，你讲不了旁通好个。旁通本事好，旁通欢喜呢。老实讲，你讲不自理了。不会吃亏的，要的有道理的，那么仙家呢？相当聪明。哪聪明啊？我要这样一句，我这样要一句，哪这样法？是呀，你讲你本事好，本事好，你讲你本事好嘛，叫你把啥来的？把来的比武招去。100日天，100日天里向500人打把里，本事好。101日搞不里。
对个。唐诗18年天里向有人打牌里呢。哎，有人打牌里哪里？打牌里个人本事比你好了。哎，对个。啥人打牌里是搞不了啥人。哦，哎，个小姐她有的，你这样又觉得哎，搿咋来的？啊，爆出来讲。爆出来关。哦，爆出来干。哎呀，苍美公搿个侬叫欢喜呀。啊，欢喜个。呀，就没办法呀，侬自家讲嘛，只要答应我，不答应侬不肯讲人呀。哦。爆出来噻。爆出来噻。爆出来噻，必须爆出来。啊。那个今朝啥么一年？今朝已经啥么一年？啥么一年？哦哟，第18年天上。哎。哦哟，我大夫晓得，我今朝我看。哎。不是啥讲，你们真个吃。侬哪吃啊？噶今第18年。哎，是呀是呀。房子本是哈个。哦。18年天下来没人打牌里。哦，他是很个。唐是今朝为没人打牌里。那哈。明朝朝廷定搞不里。哎呀。哎，你就不晓得，我是来看子大堂。哦，看子大堂。哎哟，哪家看过来？房通啊，本事是哈个。马相台湾。马相台湾。哎，朝廷定搞不里了。真正好有一笔。哪笔法？一朵鲜花插了缘分了。哎哟，难看的这个。哎，难看。哎呀，个小姐要作孽个。哎哟，真的是作孽个。哎。那，你今朝是吃啊？赶上什么一天嘛？赶上什么一天嘛？哪里？来上去打我。哎呀，我是想到的，我也没本事，不像你了。你还有点三脚嘛，我晓得qua，你还去打qua？后来我不打。你哪个打？有规矩，有高兴不打。有高兴是打。你还打的？我真不高兴。哎呀，谁是没本事啊？不要紧噶，不要紧噶，我不晓得个你气了有个。我气了有点。哎，你做啥生意的？我杀猪肉瓜。哎，对啊。哎，你杀个顶头个猪，哎呀，叫分量。顶头一只也没400斤的了。我看你杀轻松瓜，拎起来1块6啊。哎，是哇。我跟你讲，台主要审判大个。哦。我估计呢，台主要大概种200斤上下的。哦，可是结棍的，比你杀个猪轻。可但是个。那么你上来的你去，要杀个大。我非打。哎，你有机会。我拎起来，当你猪这个一只网子，我就啪倒下去。我跟你讲，脚这里下来的，不管哪里弄下去。哦。你当身来的，人才两得。啊，是噶。哎。哦，夫人打下去，跪下去，脚这里下去。脚这里下去。我是赢着。赢了。哎呀，根本没害我身材两个，这。这皇帝还要接个了，要命个嘞！不然小姐专门来等我，杀猪肉吧，就当我抢高兴的。快点，要赶哪里门去？小儿。哎，皇帝爸爸，你我快走。你说嘛，皇帝爸爸，我晓得乖，你想到门前去啊，打来的比武在听啊的。哎呦，皇帝爸爸那个本事，天下无敌。阿龙跟你商量桩事体嘛，这样就是了。我里向穷啊，但现在高兴透不起。我晓得乖，你皇宫里向3公路有30女妃，每人都的是。还有啥呢？一点来台么你打，神亲么我来。喂，哪不能想出来？我自家明不上来。打你累。这皇帝打你别个们才好商量，女人浪向不好商量，什么老麻烦了？悠家看过去，可可以咋来的奇葩，刚要两上开马，四川卫石岗出个亭子唱好来，一副袋里上里就当天下英勇，合力昨天四方豪杰，王福4个字，必服赵卿。哦哟，口开就交关了，估计都有200个。皇帝阿洛2骑马过来，看是马匹和马嘛，阿洛马旁边打个，人3个讲多，皇帝有本事，他人往往里2只手一插1分，一插1分，我害人不开，嘎了嘎到门前第1把，看得清爽，要上来的，啪，2脚一抬，马上就好抽上去。皇帝的是里向，阿洛作业在，马旁边收好，要想夹进去，夹不进，人多帮忙，让我进去，啥给让我进去？你也等那有的了，谁到里向去，你永远了在等那有的。阿洛不说话，龙讲，
那么哪办法？接下来来自一个啥人？有东边局的边师爷叫杨通，到上牛里吃饭，阿罗站在这里买欧线，一看嘛，哟，龙江了，来，在那个背后把那个鸭，我打来进去，阿罗把那杨通的鸭，杨通是人上的不？跟现在讲起来，身高大概几何，总慢慢叫2.50米，水生出来不手这个一步的了。啊，娘看的啊，娘看的啊！我海娘可不老的这个2.8米，嘎达里向第一把。阿罗你离那个杨通门前，离得蛮无心，哎，给老看起来适宜在，不晓得现在呢，觉着适宜。哎，晓得还哎呦哇，那又也没生气。杨通嘛哈个2、3岁这个一口，上坡被人夹着阿罗是讲一下意，那么这个。神光模样浪个海人越来越多，什么意思？为此几伙人猛八个，里三人啊三人，美美人人。神光模样浪，插家庄张门，嘎嘎开，吊脚比铺，张定错用，戴之呀出来了，戴之呀旁通上的那样子。叫上至肩刚，胖如龙后，对浪英勇坚勇决，对对水水上身，你是当你们女客当看见对堂菜口挑包收腰，家郎博地精通快学，我的这还以英勇长，摇了摇，骂了骂，张定错用，一路过来上来的。他是个院里插手一种题，一个张天呢糯米楼，梆来在边上对一个球子，大家听一听，听一听，该在来在旁边有告诉，把姑姑的当上天体于民，有3种人分成上来当，第一种和尚，第2种大士，第3种有高下的2个人。检查什么一年，不要错过机会，手忙正白羽一抬，帮同啪立起来，他是个雨水的。我的一人一人的路上，有些观念本是好的，不能打，啥体不能打？有告诉的。与高兴不能当，还有结果神仙想来太高兴，看见台主要从马上，不要去做戏，不做戏不为戏。太平地方，多上路上半个不是人工气，没人上来的，一个朋友挨不来。真的没劲的，我当有啥口头，一个人不上去打个，这，啊！不是你讲你上来的个吗？哎呀，来的呀！我刚刚把在那个台主要不做审配，哎呀，不来吧！你讲过在分量估计嘛，200斤少啊，一点点。哎，分量倒是不重。你不要努力当人，当你吃，努力弄我台，身材两得。哎，你不是个便当呀！这饭一打理不够，你叫我哪办呢？我老下头接应呢。哦，你接应哦？哎，真的？真的。你愿意帮我干？帮的。怎么没哈？上啊！可怕有几次事情莫散，我也不晓得嘞。想太高兴，身材两得。本事没别讲，喉咙3百响，对准这个上帝啊！喂，上帝听孩子啊！当来的个人来个人！刚刚我的路上不能石刚一声一脚哔哔声，啥的声音响，亮瓜送菜，不是啥个。这个朋友的声音去唱张的的灵光的，你晃一声我的心下来，大家谁了口，啥的样人，等到一口口气，谁写出来，本人上来的，啪抽上去，但是立不个。
旁边有个小屋梯过下来，你小屋梯上爬上去的，爬到子上头嘛，庞通一看蛮好，有人来了，检查保定通知，随便啥人来，来一个杀一个，我叫杀鸡儆猴。差鉴定啊，差鉴定！你还不交给我，是不交给我，叫我把这来的辛苦100天，今朝再有一天要熬出头了。呵呵，差鉴定啊！你交不知我好好叫做收住那个骨头，出来吹个，刚下问他个了，一讲谁刚住骨头的，来个朋友面孔必白，对。你可是来大擂台？没这个，当是擂台，他差劲的写脚走高处啊！口腔呆呆，我辛苦100天问他是吧？跑得来就是俺口腔呆呆蛮好，爱惜的要那个性命。好啊，我请问你，你要分打还是不打？啊，我与分打了，不打了，啥叫分打呢？说分打。你打我3拳，我也打你3拳，打到为止。哦，干嘛负担呢？拳来作王，刺伤听天由命。哦哟，啥子老板一听负担是俺结棍干，打杀打伤听天由命，可是我们不本是最起来干，非把你打杀他是有往生去的。哎，这里4万人啊，所以该分担啊，分担。好。你看哪个先下手？有得起啊！你都能他管。我看人，乃至年中国西卡一支中国引导娘我西东水管。门开进个西东西，多年我立下功夫，精通这铁布赛，刀枪不入那种绝对征服让我心了。公允一允好，来来来，先下手。娘我西下水不能眼睛张开着。哎，这里有点子气力，本事不做公开的，呸呸呸呸！哎呦，三吐来吐一拍，应该不讲卫生的。来子呀，哎，这里高无人称，铁球的，你当心点啊！拉起球队忙里胸口的，别！也是个嘞，我痛得来水也是一动啊不动啊！不知哪不里想出来，那个把有做配。胸门的抗快真的背啊！真的背啊！把他们面框，要把有样子，我里啥功夫里不轻上，讲我里向抗快真的背，根本让大家看看，哎，非要当这个真的里向抗快真的背作弊了这个，啪，面门女去嘎一嘎开，晃一拉，当中没能出黑，一台五星嘛，你看。这里边可有东西？你看他们说啥？没人吃黑，一台红心吧？阿姨，这个把有功夫哈个，我打啥去动啊不动啊？阿伟刚刚进站子的气力用不着，不爱别着心，害得我左手右手气力差不多的。但是呀，刚刚也就带你捋一捋，第五来这个也就你要当心地拉起球队忙里胸口的，别！痛得嘞，我只夸着你身体动啊不动啊！哎，2球开头为上1球，轮到你来看我的有本事怪，非把你看杀他个！哎，刚刚一个来兄弟讲的，我对我的经营我干，还是看看。哎呀人呐，哎呀啥你个来当吧！哎，不过一看，队伍队呀，一个黑面孔头身配2只手指甲全部拉开，当中一个空档。哎呦，带起来还然乎，不晓得我队他不对阿老厉害了，还你一分口气，大个龙心看多顶子，没好，当时也就我有2球啊！咦，这把你当子为拿了呀，打了2下了啊，2次，再打1下哦，你家爷要打了已经2次噻，阳光忘记这个字。没好啊，但是呀，你是有本事啊，好这个2球，刚刚2球说的试那个地，嘿，礼物来给个1球，你要当心点啊，手跟外星人顶呀呀，
嘴里向10多个意思个，搿只球队吞了吞，吞了吞，慢慢将往里胸口头吞发了吞过去。来着，来着，来着！那么警察上，搿个啥功夫啊？搿种功夫分口见过呀！眼是你们定洋洋，搿球队吞高位是这个来着，来着，一个上来句，当心点啊！今朝什么一年？不要跑上来个玩意照样吃香，啪哟哇，啪哟哇！第3季嘛真家伙，当心！攻西部元号眼睛闭拢，哎呦，看你眼睛闭拢还有机会，还是来帮同这个人去不够啊！邻居们在弄的口头把你打打，球队声带的胸口的，十上里的手张开，那里红心巴龙向这一步，嘿，刀破一条的呀！这个帮我做派抓捕马打特个的呀，跑跳下去，出门对方有啥人？他不得阿洛，上来看得蛮起劲，嘿，还不像啊，抓捕马。刚抓捕马是万分吃亏个朋友就下来个呀，一脚打了你个肩胛了，哎呀哇，痛得来，哎呀哇，又还没生气，杀出个朋友打特，杨通啊觉得好不像，哈哈哈哈哈哈，你那觉得好不像，个帮通，哎呀光空，我对，黑面孔大身派。谁这个留空档啥体？但刚刚抓毛个朋友里当母子，那么帮通啊！你隆隆轻上，年纪轻后气扬，带成这个洋通，对，不要脸的东西，有本领上得来，他与你家爷爷较量。我这个洋通呢，洋通讲头，你来干啥嘛？咦，要整我爷爷，叫我讲两，没好。本来不想打，那今朝请你吃上位，砰，抽上来的洋通的球队不像杀猪老板，洋通的球队小叫不对这个一抓，拉起来。莽正帮通当胸，砰！一球上去，帮通结棍子，行上这个味道，哎呦，人为立不稳的，当，倒退3步，洋通抽上来，啪，也是一球，帮通也是倒退3步，啪，抽上来，还要想靠，帮通晓得不能不离靠着，为啥？金钟这替补赛。破杀离了之上，搿离了之上人要推起的呀，要变杀脱的呀，我力道嘛实在都不够。搿个一球假使不离了，我来台上立不了，要不离靠下去着。搿么想没办法的，今朝我只好放内伤着，啪，人往旁边一劈，起个条腿，哗！一个扫堂腿，你一个扫堂腿上去，洋通发防备，加个我让老啪的他，还不一个跟头，你回到地上，帮通去了，来台上规矩，点到为止，倒是今朝要杀一斤8，自家这个身派，我去在龙沙里，没人再敢上来的。加个骨浪扎了，功夫好，一推，跟人拿帮通水里像头上这个一捆，拉起来，一挥，拿洋通的裤浪的盲针旁边的电视浪向，来了浪也是一个，千军一发之际，冲上来一个人，啥人？身浪向31年打扮，周手把斗合上皇帝。
皇帝今朝想是想当来的，但是看见台主要这种貌相不当。有啥什么？一国之君，皇帝为一个女人上来的拼命啊，犯不着干。所以呢，皇帝有这个想法，没这个行动。但是到现在不对，台主要你要杀人，要杀人我皇帝了啦，千天八日，朗朗乾坤，逮也不要来。砰！皇帝抽上来的，去2只手往杨通肩胛上，哎，一插，不晓得这个插上去过大力道打不够，把山倒海这个力道拉过来，拿龙法4两不吹筋。搿只手衣裳上压一压了，往旁边一移，搿只手砰一拍，杨通一个转弯，你往黄土里过不去，马上来到下去，下头大家站一站，杨通打分受伤，皇帝不理了，那来台浪向帮通顶了里，了的当我搞清一些，当乒乒乓乓，皇帝也不是好吃果子，有功夫的。上来10个正面，那帮通一眼做不大便宜，但是10个正面一个不来塞。一个是生姜里讲，一打一用，皇帝到底年纪大才，熬强中干，打了打，只能招架不能为虽，退了退到来台个边浪，皇帝是背心上台话。帮通面孔上台，一口好，那没弄好台了，靠啥哩？气球队望正皇帝的面孔了，去吧啊！可个一球上来，皇帝晓得，九风已经过上了，来了啦，问谁个？3次挣扎，2只手趟一趟，2只手一趟洗衣。来这个水一趟，帮通球队飞弹发过来，缩走去，乌拉个面孔，这头缝里的血淌下来。咦，皇帝弄不懂，我本事吓得这个，哈，水一样，要把眼睛吓脱个啥个弄的？其实皇帝啊，不是那本事哈，我那暗中巴交。来了来了，千钧一发之际，莫奈何暗中发个飙，帮通眼睛当黑，来让三公，皇帝推起木杆一扎头，热到礼拜二去涨水，往里百姓浪去吧，砰！帮通为里得来个啦，吧！我的路上人，啦啦的哈本人，来了的也走新郎姑人，哇！张顶爬马屁，哎呀，辛苦呀，辛苦呀，几辛苦呀，几辛苦呀，几辛苦呀！皇帝心花怒放，听在我做新公伢子，搿啲张顶上来见你们皇帝个跑的，罢了呀，辛苦呀，辛苦呀，紧张吧？必应的啊，蛮好，来，我来当心。最好口子下。皇帝张定银楼一大路忙正插家长里下了那进来，一路走一路看，哈，心花怒放。
一想也开心了，一想也好。可在里下一口，哟，急了！提那后庄后。云头在中央装订，冬雨在凉。背着地方郎，风急松。张师爷、常美公肯定不是平常之辈，于东地干，非则舍得起自家的花园干。但是奇怪，那于东地哪为侬张有舍得自家批评，舍得自家种现场话语？皇帝一面想，一面忙着理想，那让精气。嘿嘿，皇帝啊皇帝，乃父亲差家长不是替进差家长到领导，那么到底哪行业要何为之？